讲到嘉义县是农业大县，除了积极推展发展以外，学校嘛一直咧推动实农教育。过去是各学校家己进行，即马是因为需要一个正式平台，汇总分享各学校的实农教育成果。绿草国小也因为安尼时，成立嘉义县头一座实农教育的主管中心。教室内底的囡仔当咧上实农教育主题倒啊耍，外口阁有各种无同的实农教材。嘉义县为着配合实农教育的提升，除了有新启用的实农教育中心，未来青农嘛要入来学校内底直接教学生上课。我们会把所谓的生态、跟生产、跟生活融入在一起，然后教导小朋友如何的去珍惜食物，然后去感恩食物。在这食农教育资源中心还没开始之前，其实在乡下地方，大家都一直希望借由小农一直汇集的。提供不同的资源，然后带动整个我们这个比较比较偏远弱势的乡镇。嘉义县实农教育第一阶段以感谢土地、珍惜食物为主题，实农教育资源中心的成立，除了替实农教育升级，嘛要整合资源、举办活动，希望改变一寡家长对农业的看法。人讲啊，袂晓读册去种田，所以就变成说种田好像是最不得已的。可是我们透过这些青农他成功的一些经验他可以带进来，给孩子未来多一些选择，从事农业也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将来。希望讲大家会使投入这个农业，从小扎根来这个食农教育，进而到以后这一代小朋友可以把我们自己可以发扬一个在地的本土品牌，推广到国际去。嘉义县所在看，山区甲海区的农业发展拢无相像。学校表示，这个资源中心会当分享山区甲海区学校推广实农教育的研究甲成果。县内学生囡仔透过这些资料，会当更加了解嘉义县的农业发展甲土地精神。记者林慧萍，嘉义报道。